捷运的另外一个名称应该叫做大众运输啦。这个不仅仅可以消极的解决城市发展之间交通运输的需求以外，很重大的精神意义就是可以平衡区域的发展。过去几十年来不讳言，我们所有的基础建设，甚至先进的建设都在北部嘛，特别是台北市，后来到新北市，到桃园。那南部其实也应该要重视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南部的年轻人都离乡背井到北部，然后父母亲呢在台南或是在云林、嘉义、高雄都成为孤单老人，那这会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问题。你如果是用未来的台湾，区域平衡的台湾，我觉得这个是绝对需要的。那更何况说，我们也必须要去解决摩托车的问题，然后汽车的问题，人口外移，让老年人口没有办法含饴弄孙的社会问题，我们都一并检讨了。现在台北市或新北人口之所以比较多，是因为很多人都从南部上来了。你看过年的时候，台北都没什么人了，那南部呢抢棍嘛，因为他们都回乡过年嘛，这个就可以证明，就是如果我们把基础建设都摆在北部的时候，就会造成人口的移动嘛，就是他们非常拥挤，过度拥挤，然后呢产生各种问题，然后南部呢因为人不足，也产生另外一个社会问题，所以真的区域发展才是正道。那区域发展、平衡发展，南北的平衡发展，当然重大的建设是一个，那基础建设，尤其是交通建设也是一个，所以我觉得再强调就是说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性。轨道运输现在不是独后台北跟新北，就是说连台南、高雄，他们也受到照顾，这是区域平衡的观念，背后有一个很深层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的重要方式。